脾虛就人易醜，腎虛咧就人易攰。記好一杯茶，脾虛嘅女人咧就容易變醜變肥，肚腩會大啦，啲肉咧就浮浮誇誇咁，經常咧面色會發黃，仲容易出油添。頭髮咧又油得快，又中意甩，黑眼圈咧又好重，面咧又容易水腫。咁腎虛嘅女人咧好容易變懶變攰啊，平時咧一喐就覺得腰膝酸軟，氣短乏力，懶得講嘢又懶得喐。中醫講啊，腎係陽氣之根本，腎陽不足咧就溫順唔到呢個脾，脾虛運化失調咧就容易聚集呢個水濕，堆積呢個脂肪，咁咧就好難去補呢個腎啦，咁啊容易出現變醜啦、變攰啦、起夜頻繁啦、大便唔成形啦、精神差。所以咧調理嘅關鍵咧就在於脾腎同補。如果辨證之後咧，就可以咧參考下呢個 OTC 認證嘅中成藥容杞補腎健脾茶。佢個組方咧就有補脾生津嘅人參啦、溫陽補腎嘅鹿茸啦、滋補肝腎嘅枸杞。咁佢搭配之後咧，補腎助陽益氣健脾，大家記低未咧？